今仔是咱邮网工作的纪念日吼。今仔是咱邮网工作的纪念日吼。伫这个活动这个王俊节啦吼，王俊贵这个活动是已经第2年吼。伫咱新的主委产生了后，咱管委员会改组咱就咱管委员会非常积极吼，为着要宣扬咱台湾唯一一间吼，唯一一间。7月4日咧关档期的就是咱柳营大天年吼。咱为着咱管委员会为着要宣扬咱柳营大天年邮网工作的由来即摆的事迹啦吼。伫咱管委员会用心的计划啦吼。要来把咱邮网工作推广到咱整个台湾。包括国际这是咱大家咱所有的先进大业大家期待中的吼。今年是第2年希望咱所有来自参与的这个各中小这个学校吼会当永远来支持这个活动有意义的活动互咱大天年互咱邮网工作会当远播千里啦吼。这个伫咱住伫咱柳营堡所有的先进大业非常的期待而我乌家虽然新的人我对宗教文化活动的支持啦吼的认识这种活动绝对爱靠咱大家毋是管理委员会，也是靠咱一个老主委就有法度推广吼。咱我会来督促着咱。咱市政府咱文化局、观光局因来咱做一个指导来咱配合，互咱明年这个活动会当更较看头吼。这是咱大家会对咱管委员会的认同、的肯定吼，大家做伙来吼。OK， 对宗教文化活动咱讲真的啦吼，恁大家拢看会到。尤其昨啦吼，昨日伫咱这个中华道教中华道教会来到咱台南伊要发挥着这个讲地方是咱的社会嘛是咱的，咱台南市所发生这个天高节一定无法度压落来伫政府用科学嘛无法度来治理这2只网所以咱这个道教总会伊单来发动一个大家要来用这个炮来模仿着咱过去咱隔壁庄咸水关圣帝君迄种精神啦吼，用硫磺来消灭瘟疫所以会知影我昨日去麻豆参加因的起炮8点08分咱台南市所有的宗教寺庙大家遍体开花啦吼用炮大家看会当透过这个硫磺来消灭这个天高节互咱台南市所有的居民会当来安居乐业这嘛是算宗教的文化活动啦吼，这嘛算宗教的文化活动，所以咱有信仰对道教有信仰的人明仔载咱中华道教有哪会出巡会邀请对咱大天年来
哦，伊嘛会来伫大天呢来参拜咱义文工作啦，吼、伫咱义文工作要发挥，咱要安怎来推广出去？我相信咱老主委甲这干部有一套办法，大家做伙来共同来参与啦，明仔载会记一路明仔载伫遮过咱做到伫遮过，咱大家拢厝内有炮大家倒来放一罐，用流洪来帮政府来消灭这两只蚊咱来配合政策啦，感谢大家，祝咱今日大会让圆满成功，咱义文工作会较紧宣布彻底感谢大家，多谢。来感谢咱议员、赵区员议员，咱即摆咧鞭炮，请咱议员请咱诸位鞭炮开始，咱节目的开始。两个座位，子龙国小请准备请准备哦。来鞭炮。感谢咱议员，给咱今日由公演艺正义大会节目正式启动。我们现在欢迎我们，过来，就是咱来自拄则拜庙的嘉义主良国小，嘉义主良国小要来甲咱开场要来甲咱开场，透早足早就来子龙国小的是伫咱市政府即嘛是当红的炸子鸡啥物大小活动拢是因咧开场咱文化奖是享乐者教育奖拢是由这个慢些，来过。范小姐，子龙国小是咱地方的严大义老师以及汴林山海主题野营在天边举办房产文化地震大会串。
放那么多鞭炮，那公园到教会的，要放鞭炮了，也要放烟消的，消除登革热病毒，就像清朝时代金光绪司令盐水。所以那标准的小苹果有一点不一样哈。你准备对来哦，掌声鼓励。好，谢谢。来这边照相一下。来舞台这里啊，加可以。我们有请我们的。谢谢。罗助以及我们的主任委以及副主委，请到旁边帮我们颁奖一下。我们罗助，以及我们主任委、副主委，能不能帮我们颁奖一下？哦，对。来，帮颁奖起来。好厉害哦，大力看细就看啊！团长，来啦！对，我们就有我们的校长亲自也带队到现场了，这是我们周明义校长，我们国立国小周明义校长也带队亲自到现场，非常感谢啊！哇，国一国小要舞龙了，要秀，传统龙。而且我们的主委，谢谢我们校长哦，带队国一国小过来帮我们。这是地震大会串哦，这次的玩船无话题活动，也非常感谢啊，咱在地国旗啊，咱的国一国小，感谢。来，宾请掌声鼓励，感谢一个，谢谢。活动相当紧张啊，人要回家吼，欢迎盛大吼。好，各位，咱就看咱新创做好，来咱做演出吼，请准备啊，准备啊。哦，这传统台语叫做扭团铃啊，这是。民俗体育，主家人就叫做民俗之家，大家爱了解一下，这个叫传承啊，所以叫做道理，好像。好。咱们张主任，张教导主任。今天要小朋友来正确员工呢，以及咱的陈会长教练指导感谢。今天说表演是个人的比赛个人的表演在台南大学现在有在办，每年都有是个人的单人组的口铃比赛，要从单以前呢口铃呢。是茶的这个人家是茶的，基本上变塑胶变塑胶。头像的快一点我们小朋友鼓励一下。如果明天那个教练他们来把它解说的。新山国小的新竹红丸506
震大会馆，完全无忘记，非常感谢。这是这些国小以及这些团队大力的为我们这次流亡无忘记地震大会馆我的演出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这次卖心卖力的演出，非常的感谢。来宾掌声鼓励！哦，赞！我们是新庄国小，新庄国小他们给台湾家长学生学习舞蹈，舞蹈还有民俗活动大力推广。新庄国小他的手艺会成立在98年，我非常感谢他们这次也为我们流亡无忘记这次这样带来的精湛的演出，我非常的感谢。厉害！我相信啦，主持人哈，我相信你有袂好啦。我相信这小朋友鼓励你。厉害！大朋友不是小朋友。我叫丹顶哦，无同哦，大家是江边的啊，是我跟你说，在以后啊，每个月都会去菜汤。我再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职工会，好不好？好不好？我再跟你联络。哦，白天的吗？白天礼拜六周末，礼拜六早上。哦，礼拜六可以。对，然后这些小孩呢，可以这样子拍照、这样子。哦，真好，好不好？然后我再打电话跟你说哈。好。谢谢。而且在他们要表演第二首。哦，好棒！啊，这很直本。哦，今天好凉啊，昨天热的。他们其实在民间组合当中还认识104年民俗比例，仅标在头破成国小8人团体冠军，以及南龙8人团体亚军，女童6年级及4年级团体冠军，女童5年级及4年级团体冠军，以及女童组6年级双人第1名。以及女童5年级及个人组第1名奖金，大家让我们对新山国小我的小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他们的成绩也都非常的优厚要不然我304年拿下了这么多的名次，这么多的。他们近年来要更融合、更融入巧思结合当时下流行的电音舞曲，成立创意电音矩阵，融合当代8+6等元素的效果，表现亮眼，更希望创下不同的表演风格。
宾各位嘉宾以及他的信众来宾哦，来新山国小的小朋友，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哦，给他们我们掌声不断哦，掌声加一点尖叫声，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再来呢，就是带领教文化地公以及神六机车哦，有那个新宝了在长路啊，还有新宝了在长路那边的广播。厉害啊！青山国小这么优秀，哇，真的有看头嘞！哦，彩铃戏狮，好，那么接下来表演的是彩铃戏狮，请各位来宾哦，给他们这群小朋友最大的掌声以及鼓励哦！带来这第三首的精彩的表演。哦，好棒好棒啊！经过高中的资讯最终了，好棒好棒，好好诶。
鼓励一下吼，请鼓吹哦，要精彩吼，要精彩。这个节目叫做彩铃戏诗啊，咱后头单位报道更好，照顾点听天气啊咱小朋友请多注意哦，谢谢你的相片，再次把鼓励起来，好不好？香梅哦，这是双语的演出哦。来，拖车的推起来哦，要超龄哦。给他回来，加油，加油，加油！哎，掌声鼓励鼓励。现在在接龙哦，接龙，还掌声鼓励鼓励哦。我觉得咱多的单位是13个号啊，13个号，还有借由舞蹈以及手铃融合了艺术美感，来。感谢咱的鼓励，一直到来来掌声辛苦来，爬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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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来起来。今日到今国际委员会已经做下，用12万分的诚意来感谢咱各单位，来进行表演，咱有相信，留咱的料后，麻烦咱的交代所甲交代一下，真高兴哦。
掌声鼓励鼓励！感谢我们的金山国小为我们这样带来的演出。请金山国小这边请了我们的导师以及我们的教练到这边。我们邀请我们的主任委员，以及我们的业务组组长，以及我们的副总干事，以业务组副组长过来为他一起做颁奖。非常感谢我们的金山国小可林队。特别到台湾跳公平哦，这样子啊，都有当啊，两只当啊吼。把一讲的上大边的跳公平啊，小朋友声喊出来哦。咱今仔就是安尼正古水，歹势啊，你嘛咧拜票，拜票。再开声嘛吼，就是属于传统的跳舞型哦。昨天的广东国小的跳舞都属于创新的创新的跳舞，这是传统的跳舞型。各位同学，是不是咱用双手来鼓励一下，好不好？大声声哦，鼓地来哦，来鼓励一下哦。小朋友拿出你的精神，喊出来！以前毛标的毛长地内底，主要是办这个盐山的下盐祭，下盐祭吼。感谢我们布袋国小校长带领来参加我们这个游园公园艺正义大会赛。小朋友，精神拿出来哦，大声一点。这个所表演的是龙门兵、龙门阵哈，拄则是咧对枪哈，对枪。再来是压钢筋，每一个在所教的动作都无同。你的口声来吹吼，你的话声就话啊吹吼，你的话出来哦，先是大吹吼。吹嘞。非常感谢咱龙校长，带领着主任，老师，这个中师，请你来来教咱英语啊大天语，你啊大天语管英文呢，用12万分的效益哦。感谢你，咱同你来演出，来是拍拖哦，来拍拖，要做开口的动作。透过这个因为这个民政时期郑成功看荷兰人成功之后呢，所举办这个庆功宴所产生的因为这些士兵呢把酒言欢喝醉酒了来不欢喜的，有的举溜线，有的摕落啊，有的摕鼓也来欢呼所产生的这个跳舞阵掌声鼓励鼓励再来是林家水，7星林家水伊会坐这个角头7星呢，伫咱三国诸葛孔明呢所创的代表着延年益寿、延年益寿的意思掌声鼓励鼓励讲7星对地做风迎亲这个是春康金，
穿空阵，哦，这阵咱一个空城计哈。有没有大三的话加油！你逃出来啊！我等下这个。来，各位来宾，再给这些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那这么大的天啊，为我们有一个天天这次的活动哦，带来这么精湛的表演，感谢他们了，感谢。啊，校长呢，庆平龙校长啊，龙怀成校长啊。大家真准备了啊！先来摆这个万国阵啊，万国是咱国法里面呢法律最高的东西啊，法律最高的一个仪式。然后一体化3000呐吼，啊这部分咱讲是跟上旁边的八卦阵同款啊。代表一个刚字啊。等一下他们会蹲下来啊，就看得比较清楚啊，叫万国阵啊。即嘛，有时间咧摆八卦吼，摆八卦。因为传统的古会阵，较无共的就是卡法，节奏嘛较慢，节奏嘛较慢。再来，这个结束，拜票啊，拜票。感谢咱龙校长、龙怀成校长以及翁主任以及组长都有来嘛，来拜票。好，掌声鼓励鼓励，感谢我们的部队。来，小朋友来这边，来舞台这边照相啊，照相一下。邀请我们。参加这个昆士龙杯哦，这个第1秒，这个第1秒。这用兵啊，开始我头先来对对啊，加多米哦，这个是3人个人的可怜表演3人哦。台上5分钟，台下要10年功啊！所以要设备相当的那个我高兴啊！光影的演出啊，光影啊！过来一下哦。
鼓励。哦，好诶，棒好棒啊！我觉得可以变头了。Oh my god， 最好在哪里干嘛？就算大，就算偶尔让步也无伤大雅。Hey you， 在旁边跟上我的体会，我的想法。Stand up， 我们就上一个快来吧，别谁就会紧张，冲吧冲吧，世界很大，不需要再争别假装，快一点快一点吧。I will never stop。我们陈俊成老师的带领了，加入我们参加赛事的大会队了，非常的感谢他们了，大家各位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鼓励，感谢他们这个年后多年的小朋友。Oh my god， 你是觉得耍笨啦？虽然说偶尔变得不帅也是不对呀。Hey you， 就赶快跟上你的直觉，你的想法。Stand up， 我们都一样害怕正常啦，生活那么复杂，冲吧冲吧，世界很大，没有借口还能向往，快一点快一点吧，把我们艺术变得顶啦，没那么夸张，喜欢这个魔术不想再做，我们就一起爱吧，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现在就是让我选，用力去感觉，今天放纵不快就不见，快一点快一点，快新鲜，快一点快一点，现在这个无缘回忆别想拒绝，甩掉那些爱恋和自爱过。是双人的演出啊！头先都来鼓励一下好不好？好，今仔来鼓励，这表演是如何哈？哦，两个人摕一个哦，哎，相当的默契哈！来，头先要出去哦！哇！你这里头哦，头会头板，哦，这边咱怪哦，这里头会头板。当天可以哈，当天的哦，今天的鸟。在这里，感谢哦，咱民众国小来好朋友朱林老师团队来应下大家在做点演出，好就感谢啊！掌声鼓励鼓励！哦，好棒！哦，赞！哇，好，优秀啊！歌手啊是多人组的哈，多人组的演出哈。结合音乐哈，很不简单哈。好，咱用精神比歌来鼓励一下。这个扯铃呢，属于铜腕的一种哈。
都有拍干乐，即嘛嘛拢有民俗体育的比赛拍干乐啦、扭攀铃啊，都跳绳啊，拢有。这属于民俗体育民俗体育的一种。如果是技艺类的，就是舞狮啊、舞龙啊、动江阵啊。这叫做胯下运营皇上推给胯下运营。感谢咱的林凤国小感谢咱的林凤国小感谢他们。来，给我们的，我们感谢我们的林凤国小非常感谢我们林凤国小。麻烦那个永康的同师组可以就位的可以就位。主任委我们的义工团团长，义工团团长陪同一下我们主任委的颁奖。我们义工团团长，义工团，非常感谢我们柳营国小来参加104年咱由玩传文化义政大会串义政大会串，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他们来自永康同知比赛。经过这个报道，这是新的义工，执行志工队，教带教员主任，现在的领导者，中央队，博士生，王叶老师，叶老师感谢我们王叶老师。
好，好。本来过来吼，伊古时代日本村落日本村落村民呢，借由鼓声来庆祝呢新年的到来所产生的节奏，人气太足，而变化无穷的打击技巧呢，强烈的节奏感，力度十足的肢体语言，有时呢是两人同时打一个鼓，有时呢是一个人同时敲2个鼓紧凑的节奏呢张力十足充分展现了团队和谐欢乐的氛围曾经参加过2011年9月11号建国100年舞龙杯全国武艺比赛，荣获国小社会组第3名，以及参加过2012年11月17号南昆孙丸杯传统技艺古镇比赛，荣获社会儿童组第1名，以及参加过2014年10月25号昆孙丸杯传统技艺古镇比赛，荣获社会儿童创新组第1名，也参加过2014年10月25号昆孙丸杯月光鼓镇比赛，荣获社会儿童组第1名。大家为他们掌声鼓励，非常感谢他们这次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好棒。
哦，来自永康，来头下面老师起来。哦，赞，好厉害，好厉害。啊，再来哈，咱先中场休息一下，请。对抗登革热药，全台南市的寺庙连线要放鞭炮，赶走登革热病毒。学以前盐水放轰炮，对抗传染病毒。用放鞭炮以后的石油黄烟硝标志性。你看拜托拜托啊，音乐小声一点。音乐。老师傅，后边。来放炮，内行跟外行，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哦，王比泰跟热闹两家去。你这个听了过后，现在这个比赛哦，过后我来接取，我来接取。我来第二位的这位吼，外号叫做宝老师哦，伊是咱台湾省第一个摕到西洋奖的，哦，代表南昆区大地府。哦，咱南昆区大地府，哦，你韩辽，你在你代表这个南昆区去比赛，哦，迄个时阵台湾省政府咧，就咧分东东西、台湾西，咱是中西啊落去比赛，安尼叫做西洋奖第一名，哦，黄燕老师，黄老师，掌声鼓励。本来韩辽竞赛队的中央队，哈，中央队，再来就是咱叶金国小的老师，哈，老师，来叶金国小请就位。先敬礼嘛哈，先敬礼，行礼。哇，好棒！来，第一个是第一位。他们要去个人兵器的表演，来开始。开始啊！不用紧张。哦，这套是罗汉拳的官刀啦，哦，啊，你若兴趣，我有甲你教，一般比赛呢是以鼓声为计时啦，像这段伊就无算时间，因为伊无鼓声嘛，哦，无算时间，有加分作用。你若裁判感觉伊拍了袂歹，要甲加分，哦，会当输底也甲你加，哦。这个我听国后的，你所表演的内容呢，我一一来介绍吼。我即马开始咧打七星，要入场，要打七星吼。提供我招一位来宾，请拜托提供我来宾来咱的招生，咱的服务人员把咱的招生提供我呀，招生。环塞，对，边塞，再来咧撞骹吼，撞塞的动作，即马咧撞前骹。来，咱这观众把鼓来一下好无？哦，好棒！哦，因是古里波传统艺术比赛的优等哦，优等就是第一名。哦，大刀人只有3个队伍，有10几个队伍，伊得到第一名哦，无年的第一啦。今仔咧打四嘛，东南西北中，我哋赛是东西南北中，来看我们4个连胜的休息赛后了
即嘛咧换西吼，咧转西转后骹。上西的代表着养心气骨，锻炼你心脏，无好的物件甲撇掉啊。哦，即嘛咧上尾哦，真古锥吼，这是动物的习性吼，习性。哦，再来香西火西吼。三门类就小门，火上上尾吼。混西。哦，这人爱讲的动物咧拍喷嘛，吼，伫涂骹咧烂咧拍喷。来宾，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来宾，还有掌声鼓励这么大又年轻的动作哈。感谢咱月经国小的主任哦，带动今天中秋节呢来搞咱优雅带天的表演哦。月经国小青刷吼，哦，伊咧看咧欣赏吼，每一个教练所教的打青的方法拢无共吼，哦，我顶的是属于较传统型的打三门类的吼，左边右边看中的吼，加青就爱配青哦。配哦，会弯位3片内，来退场敬礼。好棒，谢谢。哎，咱的普华车来鼓励起来哦，感谢咱出来的表演。感恩，谢谢。这每年都吼，这是台南市体育会所举办的比赛，每当伊拢会办。那当伊拢会办，办了伊即嘛全民运动会，3个分数加，一当办全国运动会，一当办全民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就是亚奥运项目啦，那全民运动会就是非亚奥运项目，就是无伫个奥林匹克内底的项目，像咱台湾赛车就是不是伫个奥林匹克内底的项目，这2档拢咱台南市拢爱代表一队去参加。全国的比赛，全国的比赛，这给你选拔赛，选拔赛，这是这一个活动呢是台南市体育会龙狮义政委员会所举办，所举办的哈。砖头吼，因即卖节目伊叫做北鹤达金赛啦，来，有风过好讲。林老师，林老师，我先讲一下他多少月经国小的分数。
拄只3位裁判的分数，总分呢是25.3。25.3哈，25.3，啊，普我先甲吹一下好不好？哦，那真高兴，更加啊，接下来就是咱来自玉峰，伊本身大人因就西丁，啊，因咧囡仔西丁呢是因庄头所教的哈，庄头所教的，来开始，哦。因为道具呢是家己做的哦，啊，这地方是家己做的。3分内啊，3分内。请评委来请师出动的意思即个咧打四门，后人叫师看年师咧看年，因这他部手路拢是玉峰村大人竞赛区所指导的来，咱这个观众是不是有上面的掌声？来，过来一下好不好？了特别的伊这是青头师无同。即摆咧跳七星，因是用跳的甲拄只乐队是无同的伊七星打四星尔，因为传统艺术比赛只有6分钟，所以他们会省略再来弯塞、边塞边塞。再用这个多讲一下囡仔人要人西人安尼无简单真无简单袂当甲大人比嘛地丰国小台湾市。只要有这个地好甲竞赛的伊咧砖头甲砖头你是讲会变砖嘛砖土城台南的土城的鹅寮甲咱这个过寮角伊一边是鹅寮是第5级过寮角是第3级因两种的以前就是安尼咧变砖烧拍嘛因就用伊这因的物件咧讲咧用刀来捅这个筛你个筛片怎伊就劈要下去我手的这个竞赛边的，我有一个叫做奶牌帕拉丁打猎阵。再来有第好的表演是咧休息，真高水我再来吹一下。好汉校长纪美珍校长非常的注重这个传统的文化以及咱的张玉堂张主任以及前任的林主任在我边仔这这么前任的主任咧相当甲好咧喜人，这嘛咧人好，这叫做人好罗汉气好，师仔咧炖罗汉气好，还好。来，婆声个吹者真高水真好你你咧烧咧喜人很好，连熊都怕好咧。再来是东部这个对西
啊地好哦，嘛要来对赛哦，哦，声音，得，哎，不要动哎。啊，因咧教练的方式不同哦，因咧教红的方式是无同的吼，伊用片的片红吼，片红，伊用铁的吼，伊是更无法咧教的吼。哦，你咧看，咧听，哦，哦，风标准国台平安，哦，感谢哦，感谢咱国风国后。来祝福哈，好，然后这个总共是注意到他的那苗，哦，这个是多了一点的动作哦。掌声鼓励鼓励，掌声鼓励鼓励，打王了，被英雄哦。哦，好棒，好棒哦！哎，看前面，看前面。好，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这是可以了，可以了。好，可以了 ，OK， 谢谢你们哦，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哦，白鹤镇，白鹤镇，白鹤镇。啊，你都刷入去，咱在地哦，太空国校，太空国校。优秀，优秀。啊，等。啊，他的总分呢27.7，来，掌声鼓励各位。27.7哦。2点钟，可以进入。有风甲月经的以前5年多拢是第一名啊。传统艺术哦，5年3间第一名啊，哦3间名，大甲国小、玉峰国小、华地国小吼，来，搁再来是咱在地，我先来推荐好无？我先来推荐，哦，太空国校，来。对，遐有淡薄类似先，哦，咱按疗因成功哦，带头的动作吼，哦，咧挖头。小朋友动作要做确实哦，啊，这个老师做的动作他知道哦。向堂竞赛阵的动作啦，叮咚向堂，或者叫做小拖步啦吼，啊，查拉波，啊，查拉波。你来了，赶快摇了，赶快摇了，小朋友，哦，别搞伤了哈，别搞痛了，加油加油！无极退水桶啊！啊，横道穿江里啊！啊，这是人人胜利的西服啊！这里是柳营赛监狱。这活动依照柳营赛监狱来办理。小朋友看前面，老师看一下啊，你看，你先拿到开电脑中哦，因为我。这里是柳营赛监狱。
这活动移到有人在前面来办理。小朋友看前面，我这看一下，你看，你先拿手拍台的老公哦，因为我。